大家好啊！今日我會同大家分享一個有關龍門應對甩波嘅訓練。呢個訓練可以一定程度提升龍門嘅撲救率。喺比賽入邊，對手可能因為龍門拋波或者企位太出，而選擇將波以拋物線嘅形式甩過龍門入球。呢種情況其實守門員係有辦法應對嘅。喺呢個訓練入邊，守門員需要由龍門架底線衝到4公尺，點一下雪糕筒，跟住你嘅隊友會馬上進行笠射，而你就需要以最快嘅速度進行撲救。呢度有個小小嘅動作建議，當你見到對手笠射之後，就馬上側身拼步，咁比你淨係往後褪更加容易救到波。守門員可以將訓練分為5球一組，做3組。今日有關守門員應對甩波訓練分享就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喂！哇！呢個 A 少少。